各位想去元朗買獨立屋嘅朋友，今日同大家重磅推介一間洪水橋市中心嘅全棟複式獨立屋，有屋苑管理，路邊屋出入超方便，花園仲可以入車。今次呢個盤真係千載難逢，聽我逐樣同你講呢個單位有幾正。入到屋裏面，實用面積大約2300尺。客廳嘅空間真係超級震撼，地面鋪咗高級灰色大理石地磚，高級感滿分，仲配咗華麗嘅水晶吊燈，氣派十足。全屋超級豪華裝修，真係即買即住，唔使再裝修。客廳仲同廚房、飯廳連成一體，做咗開放式設計。就算屋企人多，都唔會覺得擠迫。呢一間複式獨立屋做咗3房設計，每間房都係大尺碼，實用格局，空間超闊落。配咗唔同風格嘅豪華家私，仲有超大嘅衣櫃組合，衫褲鞋襪都可以整齊收納。大窗戶採光充足，望出去可以見到屋苑嘅綠化，心情都變得靚啲。仲有一間休閒房，配埋小茶几同電視，喺呢一度睇戲睇書，就係屬於自己嘅私人娛樂空間。至於浴室有4個，設計同樣豪華，空間闊落。大理石洗手台、浴缸、淋浴設施齊全。廚房方面，整體白色櫥櫃設計，櫃桶同儲物櫃超多，雪櫃、焗爐、微波爐等電器都預留好。旁邊仲有一張大飯台，10幾個人一齊食飯都冇問題，屋企聚會就最適合。仲有屋嘅超大天台，上面可以種花，擺張台飲茶，甚至同朋友一齊燒烤都得。望出去仲可以見到周圍嘅景色，真係超寫意。另外，花園可以入車，有車嘅朋友唔使擔心泊車同交通問題。位置喺洪水橋市中心，各式餐廳同巴士站，買餸、食飯、返工返學都唔使煩，生活配套一應俱全。最後再講返價錢，1380萬買洪水橋市中心大約2300尺嘅全棟複式獨立屋，仲有屋苑管理，配套齊全，豪華裝修，真係難得一遇嘅靚盤。心動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，打個電話嚟置業嘉約嘅時間，實地感受下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嘉個 channel 啦。